来就是因为中国一台快艇甲咱食过界掠鱼，咱的海巡署出动来追捕，结果对方冰船造成2个人死亡，所以中国的海警才强硬来表态，要来实施着常态化的执法。这嘛，互金门的渔民紧张搁气愤，讲请海巡署赶紧来公布着执法的过程，也若无以中国人报复的性格，早晚会影响着渔民掠鱼讨赚。 无人出港掠鱼，敢若伫岸边整理渔具。金门渔港气氛真严肃，因为进前金门的海巡署伫掠中国的快艇，造成冰船意外有2个人死亡。中国讲要强制执法，伫厦门、金门海域展开常态化的巡查，渔民是救苦连天，唔敢出港。我自己要门口你啊！哦，恁滚海嘿，叫海巡赶快把那个。 他们一出海的密录器都有啊，马上公布画面就 OK 了啊，一翻两瞪眼，为什么政府不赶快明快处理？这对渔民的话，这样来影响他们报复性很强了。这讲对渔民造成心理压力，呼吁海巡署赶紧公布执法的影像，以免中国采取强硬手段影响到渔民的生活。讨海人总是靠天食饭，虽然讲有话限制海域，也毋过金门、厦门的海域两岸渔民一般拢是。 倒有鱼啊，就往倒位去。金门甲小金门之间，即摆咧出产黄鱼甲蚵仔，即个位较我小金门这边，时常有中国渔民超过界线来咧掠鱼啊。最近北定岛一带出真侪白枪，即摆中国这快艇嘛是伫遮冰船的。群主通知各位渔民出海要注意安全有什么情报。 随时回报。以防万一，议员提醒渔民，敏感时刻若要出海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金门、厦门之间海个气氛真紧张。虽然部分的渔民正常的作业，也过心内总是感觉不安，期待讲两岸赶紧展开良性的沟通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